今日進入將臨期嘅第二個階段，所以今日嘅福音咧就講耶穌嘅族譜14有2個7，即係話喺天主嘅計劃入邊，一切都係圓滿。不過呢個圓滿睇下佢啲祖先咧都有啲唔圓滿嘅地方，乜嘢人都有，好叻嘅又有，好差嘅又有，男有女有，呢個係最特別嘅地方嘅。女人唔應該喺猶太人嘅族譜入邊。但係耶穌嘅族譜咧都有女人，而啲女人咧都有啲唔見得光嘅女人，都係耶穌嘅祖先。所以喺天主整個計劃入邊，時常都提醒我哋，人雖然唔圓滿，都充滿咗罪惡，但係只要我哋願意同天主合作，為天主係冇嘢唔可能。所以最緊要嘅就係我哋嗰份悔改歸依嘅心，使到我哋能夠時常明白點樣喺每一日嘅生活裏邊，能夠好似聖母一樣承行天主嘅旨意。當我哋能夠咁做嘅時候，咁就一切喺天主嘅手中都變成圓滿無缺。